来到祈祷。阮的上帝，阮知你是创造这个宇宙的主宰。阮对大笔所写这个诗篇，伊报阮知你是甚物款的上帝。主，阮今仔日要来参甲想，你是逐所在拢伫地的上帝。恳求你通过阮的分享，会当互阮更较深信，你保守阮，你听阮，你不时甲阮祈祷奉耶稣的名，阿免。顶礼拜咱有讲逐项拢知的上帝，逐项拢知的上帝。恁会记得我有讲迄个监视器那个监视器我讲，就做歹的人才就惊监视器，做好的人就毋免惊。我讲到了我落去楼骹有一个兄弟甲我讲，牧师，你实在真天真呢。我讲是安怎？伊讲你拢讲监视器是歹人才着惊。伊讲你敢知影伫台湾迄毋是呢？伊甲讲毋知有影无影，咱若有影是咱逐个爱较细热。伊讲有迄个饭店是中资来台湾开的饭店，我毋敢甲恁讲倒一间饭店。讲迄内底有监视器咱入去食饭的时你规阵人咧讲啥伊毋敢甲你翕，阁甲你录音即马迄个就甲你送去中国倒去后摆你若去中国佚佗你摕出来你有可能会被失踪，你敢知？我听一个讲，有即个遮厉害，因为我有影啦，伊甲我讲我真天真，我毋捌想遮尔济呢。真若安尼实在是真不幸呢。所以咱去台湾食饭迄时，迄饭店爱注意，我毋知影啦，倒一间伊有甲我讲迄个名，毋过我即马我毋敢伫遮公开讲。因为我相信我有讲，上帝逐项拢知影咱伊毋是要甲咱算数啦，毋是要甲咱掠去修理安怎，这都无这个代志但咱今仔日要讲第二段第二段是我的题目叫做“逐所在拢伫地上”，逐所在拢伫地上的。我有做一个 PowerPoint， 你做好迄个无所不在，逐所在拢伫地，就是无所不在。我顶礼拜有讲这字英语足长的做 omnipresence，omni O-M-N-I 是拉丁文全部的意思，全部 presence 是伫地迄个，所以全所逐位拢伫地。咱今仔日读的圣经第7节第7节大笔要讲上帝逐位拢伫地伊大声用两个问题啦，两个问题。第7节，去倒位我才会当逃避你？走到倒位我才会当逃闪你？这大笔问这个问题啦问这个问题。过去第8节伊家己应讲，我若爬上天，你伫遐；我若落阴府，你嘛伫遐。所以我看到这时，我感觉真古锥啦英语是 where， 伊讲 where can I go？ 我会当去倒位我会当去倒位我两摆讲我会当去倒位，两摆 where。第8节伊家己因讲我若爬上天，你伫遐 there。第2过来嘛讲，我若落阴府，你嘛伫遐嘛是 there。所以伫遐你甲看两个 where， 两个 there。所以我看到这时，我感觉就是，我本来我的讲道题目，我是想要甲我看到这时，我想做看倒位伫遮
伫逐所在。我where there and everywhere。我本来是想要安尼，不过我无安尼创。我感觉因为3礼拜拢讲同款的题目，较差不多。Here, there and everywhere 吼，迄是恁知影1956的是有为了披头有无？披头有一条歌就是 Here, there and everywhere。你毋知影？我是毋知影，我伫 Google 看到的，所以我看到这 Here and there and 真趣味的开场白哦，真趣味开场白。伊大声问讲，倒位我才会当倒闪你，走去倒位我才会当闪避你。头一项，台北问这两个问题哦，伊毋是要爱答案，伊家己应啊嘛，伊家己应讲我若爬上天，你伫啊。我若落云雾，你嘛伫啊，所以伊问这两个，伊毋是要知答案，伊是用这两个问题吼，要带咱讲看上帝逐所在拢伫地，这是真够写，这是真高明的写的方法。这是一首诗，我顶礼拜有讲，伊咧讲上帝的迄个。属性哦，上帝是甚物？上帝是逐所在拢伫地的上帝。伊用这安尼做开始吼，你会感觉搁一项台北问安尼，是安那？伊想要伊家己想要逃避上帝是？嘛无啦，伊嘛毋是啦，伊是用即个问答的方法哦，带读伊的诗的人去看。上帝是逐所在拢是伫地上帝，这是真高明的写法。你这真正真好的例吼。那伊台北安尼讲吼，伊知影伊毋是要逃避上帝，伊原来知影无人有法度通逃避上帝，伊原来知影无人有法度通做代，无人有法度。吼，伫第8节到第12节哦，伊有讲3项物件，咱有可能想讲会当逃避上帝的物件，伊有讲3项，咱较顶下要看，咱较顶下做伙看，若讲逃避上帝吼，咱恁毋知会去想到约拿袂？约拿，你会记得约拿吼？上帝叫伊去尼尼微去传道理吼，伊要走。约拿第1章第3节，这节的中间哦，有2摆讲伊要逃闪上主。伊讲哦，毋过约拿想要走去他施闪避上主，伊落去约帕，拄着一只船要去他施，就纳船费。坐迄只船，甲人去他施闪避上主，要闪避上主，约拿是上好的例啦。吼，总是你知影，你若知影约拿的故事的是，伊走袂去啦。上帝想办法嘛是搁掠倒转来，伊尾也乖乖走去他施，去尼尼微传道理。所以约拿想要闪避上帝。伊无可能闪避上帝。关系上帝逐所在拢伫地即个代志吼，咱顶礼拜讲上帝逐项拢知，后礼拜要讲上帝的全能，上帝逐项拢会晓。知甲会晓即两项物件，咱可能较快理解，因为咱大家拢有一点仔知识，咱拢知影物件。有人知影较济，有人知影较少。咱拢知影迄个知是啥物意思。会咧会当做代志，咱嘛是加减拢会做。无像上帝遐尼高，毋过咱大家拢有一丝仔成就，咱嘛会晓。总是迄个逐所在拢伫地吼，真正较好了解啦。较好了解的理由是吼，
所有上帝创造的物件吼，无一项会当同一个时间伫两个所在，无可能嘛，绝对无迄个代志。你若互人诬告讲你做啥物代志吼，你若会当证明讲迄个时间我伫别位，你就无代志啊，敢毋是？所以拢一位尔，所有的创造物拢敢若会当一位尔，总是而且讲上帝逐位拢伫地，这咱真好了解，咱真好了解。这个问题吼，上基本就是在讲上帝伫倒位啊 ？Where is God？ 上帝伫倒位啊？这个问题吼，我相信咱细汉的时拢捌问咱爸母，嘛捌问阮主日学老师，上帝伫倒位？因为上帝知，上帝会晓，咱拢听拢知影。上帝伫倒位？啊，讲逐位拢伫地，是咧讲啥？做伙上帝伫倒位？大家拢会安尼问。你的囡仔、你的囝、你的孙，有可能嘛问你问过啊？啊，真侪主日学老师嘛是直直咧甲囡仔说明。我就一个故事讲，有一个主日学老师问遐个囡仔讲：上帝伫倒位 ？Where is God？ 啊，大家拢讲上帝伫天顶啊。耶稣讲：阮伫天里的爸嘛，上帝伫天顶。敢若一个囡仔讲：无，上帝伫阮兜的便所内底。老师讲：你是安怎？你安尼讲，伊讲：你毋知？阮老爸吼，逐早起就去徛到便所的外口讲 ：My God, are you still in there？ 阮老爸逐早起就伫遐发迄句，所以伊讲：我上帝伫内底。我说阮老爸安尼问，这是吼，咱大人伫厝内讲话吼，爱较细致咧，囡仔拢咧听。因为我拄仔讲，耶稣讲：阮伫天里的爸。咱就是上帝伫天里，这真是安尼。啊，过来吼，伫旧约，头一个感觉上帝逐位拢伫地吼，啥人恁知无？我想吼是雅各，迄个雅各吼，你迄个故事恁知？雅各骗伊的老爸，骗伊的大兄，啊，伊的大兄要杀伊。伊骗因老爸，啊，因大兄要杀，啊，伊走，要去因阿舅遐，伫半路暗时啊，伊伫旷野困的时候，伊面望着有天有一个推对伊困的所在透去到天顶，伫天西底下起起落落，啊，上帝伫迄个时，上帝应允讲要保护伊。啊，过早起伊起来吼，过早起伊起来，伫创世纪第28章第16节，讲雅各困醒，伊面望着安尼了，伊困醒，伊讲一句话，伊讲上主真正伫遮，我竟然毋知。上主真正伫遮，我竟然毋知。我想圣经的内底头一个讲上帝逐位拢伫地的上帝，可能是伫这个所在。我有可能毋对，我毋知头前还有啊无。我会想到的是这个所在。上主竟然伫遮，所以伊起来了，伊伫徛一块石头，叫用迄个所在叫做伯特利。伯特利的意思就是上帝的厝，上帝的厝，伫迄个所在上帝的厝。啊，在旧约的所在吼，出埃及的时，上帝来带以色列百姓，日时啊用风挑，啊暗时啊用火挑带因行。这上帝甲因伫地，因感觉会出来。啊，搁一个是所罗门起圣殿了，伊献灯饰的是伊的祈祷，真有意思的祈祷。迄是伫历代志录第6章第18节，伊甲上帝讲吼，上帝啊，你敢真正要甲世间人住伫地上，
天甲天顶的天都无够通互你大，何况我所起这间圣殿？这是所罗门的祈祷。所罗门甲上帝讲：你真正，意思是讲，咱拢讲咱的教会是上帝厝，有影总是咱袂当甲上帝关伫这个所在。上帝毋是，互咱会当锁伫建筑物的内底。过来上帝家己讲的，通过耶利米，通过先知耶利米上帝家己讲伊是啥物款的上帝。伊问以色列人，伊讲我上主问恁，我简单伫近的所在才是上帝，伫远的所在就毋是上帝。我阁问恁，敢有人会当秘伫隐密的所在，互我看袂到？我敢毋是充满伫天地逐角落？上帝家己讲的，伊是充满伫天地逐角落。所以我拄仔讲的，大笔问这两个问题伊毋是要逃避上帝，伊知影无法度逃避上帝。伊无可能知影耶利米讲这个话，伊嘛无可能知影用哪安怎做。总是伊知影上帝袂当互人限制。伊过去有讲古来的所在，伊讲阮会当走去，总是上帝嘛伫遐。咱一个一个来看，迄是第8节第8节，你讲我爬上天，你伫遐；我若落阴府，你嘛伫遐。伊讲我爬上天，落阴府，什么意思？爬上天落阴府迄著死才会发生的代志，敢毋是？人死了后去上天堂，也是落地狱。咱定安尼讲，这是死才会当。代表伫遮要讲死的势力甲上帝的关系。上天堂甲落地狱咱死了后看是要上天堂，还是落地狱，你嘛是敢若会当去一个所在尔呢？你袂当当时去上天堂，当时落地狱，无可能的代志。所以代表伫遮讲咱无法度安尼做，毋过敢若上帝有法度。上帝你爬上天，伊伫遐；你落阴府，伊嘛伫遐。咱普通拢想讲天堂是上帝咧管的，地狱是魔鬼咧管的。代表讲毋是呢，两位拢上帝咧管的，两位拢上帝咧管的。阮的死的代志我即阵转去台湾，我的丈人小丽的爸爸过身咯，因厝还佫有人伫拜拜啦。因的家族差不多一半是基督徒，一半毋是。我这个囝婿是牧师，因知影所以伫迄个葬席的内底有一个时阵，互我处理啦，用咱教会的方式。剩的就是安尼，台湾的迄落轻轻锵锵我真正感觉，我毋是咧批评，我真正感觉咱基督徒对死的看，甲无信上帝人差足济呢。因真正足麻烦因咧念迄经我真正摕一本因咧念迄经，讲迄本就是我摕来对头对到尾呢，我真正听因念的。甲迄个过身的人一点仔关系都无，拢总在念菩萨安怎。我一点仔，我毋是咧看轻因，毋过我感觉咱基督徒对死的看法，真正帮助咱，真正互咱，我
我读大学的时去参加一个壮象，有一个牧师讲一句话，在讲生甲死的代志，我永远会记得。我感觉伊讲了足好，伊讲吼，咱出世的时是对咱毋捌的所在，咱来这个世界，咱出世，所以出世是开始，出世。咱的信仰甲咱讲，死毋是 ending， 毋是。咱信死了，咱有永远活。所以，若用迄个信仰看的是，死嘛是开始，生甲死拢开始，这是足好足好的解说。我会记得这个，我以前毋知捌讲啊，毋捌我毋知。这真正是，互咱会当对死的看法。代表讲，我若上天上帝伫遐，我真不幸哦。人讲地狱乌噜噜，拢伫长老甲牧师哦。那不幸我爱去地狱的时候，上帝嘛伫遐呢。这保罗伫罗马第14章第9节，伊咧讲耶稣基督救赎的代志了后，伊安尼讲，伊讲为着这个目的，为着要救世间人，为着这个目的，基督有死，嘛有过啊，通常时做死人甲活人的主。上帝是死人甲活人的主，这代表我拄仔讲的吼，伊所罗门伊的囝讲迄句话，伊嘛毋知，伊竟然会当写安尼。我对人的角度看，我学了伊的智慧啦，这真正是会当写安尼出来。总是我嘛在想。圣经甲咱讲，这是上帝话，拢是圣神启示的。像圣神启示写这，我伊袂晓安尼写啦。过来第9节吼，第9节，伊讲我若天时飞去日出迄边，还是歇伫日落这边，就若伫遐，你的手嘛会引带我，你的正手嘛会扶持我。伊伫遮是在讲。时间甲空间的代志，时间甲空间呢？咱今仔日读的圣经哦，是新约的哦。敢若讲我若天时哦，天时飞，我有整理一个 PowerPoint 出来哦。迄哦，我嘛准备的是嘛，拢有去读英语的圣经，就比较看卖。我感觉英语的圣经哦，有这句足好的。If I take the wings of the morning。The wings of the morning， 巴克勒翻译吼是对英语直接翻过。伊讲我若掀开清早的日，什么是清早的日？就是太阳拄出来吼，头一个照来迄个光。伊这是真 poetic 的，真诗的写法。写讲迄是清早的日，所以是迄个我若会当亲像迄个光遐尼紧吼，安尼飞出来。你知影光的速度偌紧无？我相信台北毋知啦。我去Google去看吼，一秒186000迈哦。讲一秒，我毋知因安怎算诶。Google 内底讲诶，佫讲吼，咱出去吼，日头你拍到日头诶光哦，这个日头吼是8分钟前对太阳落来，都爱过8分钟才会到咱地球。你甲想看这个地球，代表伫遮讲吼，我若天开清早诶日，就是我若会当亲像光遐尼紧，飞去到倒位？飞去到日落迄边啦，飞去到日落迄边，都是我会当遐尼紧，你嘛伫遐，你无法度通走比上帝较紧，伊的意思是安尼啦。日头日时才有嘛，咱大家日时大家拢真无闲。咱对透早爬起来，
差不多是在讲，咱逐日得无用，咱逐日得无用，上帝得甲咱照啊。过来吼，伊对日出到日落啊，咱今仔日的圣经写讲哦，我休困，休伫日落这边，咱日头出来了，日头落来，咱就爱休困。咱无法度通直直捧，咱都爱休困。伊讲上帝的手往哪甲咱三个比的？我吼，迄个第十节吼，第十节，伊讲若伫遐你的手的，我拢去看过另外一节圣经吼，迄是 Eugene Peterson 翻的第十节，第十节。这个我有讲了较乱去吼，我即摆要看第十节。伊翻做讲吼 ，You will find me in a minute. You are already there waiting. 伊讲伊对日出的所在走去甲日落的所在吼。伊讲我想讲我遮尔紧，我到位的时候，你已经伫遐在等我。这是真深色的写法。我到位的是上帝伫遐在等啊，所以。我一干那互咱看无相款的写法。我吼伫准备这个时候，我去想到上帝逐位拢伫地吼。我去看，恁会记得吼？1969年，迄个登陆月球的代志，7月登陆月球的代志。我有读到一个讲哦，因美国这太空人哦，因爬起哩 Apollo 8，因爬起哩的时候，因是头一摆人类头一摆看到地球吊伫咧太空遐一点安尼，咱捌看到迄张相嘛？迄个有3个太空人伫内底，因吼看到迄个时候。因读创世纪第1章第1节到第10节，源起头上帝创造天到地，这是有上帝的人。伊爬去到太空看到遐尼水的时候，因3个轮流读源起头上帝创造天到地第1节到第10节。搁一个故事关系，这个背就是苏联。苏联吼，因伫1961年吼，头一个苏联的太空人，人类头一个飞去太空，离开地球飞入去太空。迄个时阵，美国着一惊，美国着一惊。迄个故事是讲吼，迄个苏联的太空人转来了吼，讲我去也无看到上帝，安尼。你毋知捌听到这个故事无？这个故事流传真久。我超工去 Google 去做吼，迄个太空人的名叫做 Yuri Gagarin，这个人30几岁，伊吼照 Google 写吼，伊无讲一句话，伊无讲我去遐无看到上帝，这是大家来甲伊误解。毋是伊讲的，什么人讲的？是苏联迄阵的总理 Khrushchev 讲的。Khrushchev 迄阵啊，因为苏联拍去了，美国迄阵啊拢无嘛，美国人就一惊，所以伊直直电因苏联外强，伊顺续电讲，阮去也无看到上帝。迄毋是 Gagarin， 毋是这个太空人讲的。Google 写讲这个太空人吼。伊本身是一个真虔诚的东正教，苏联的东正教的信徒。伊讲伊无可能会讲这句话，真不幸啦。Khrushchev 讲迄句话哦，伊住伫迄个国家，伊无法度通出来吼人，伊无法度通讲我无讲。即马流传的故事哦，拢算伊的笑，这实在是真可怜的代志。
因为我要讲的是，上帝逐所在拢伫地，总是有人就讲无啦，就无就是无啦。我有看到一个真古锥的物件吼，顶头吼，迄规个安尼一字啦吼，迄字你安尼看你毋知影个意思。迄个意思有两款讲法啦。迄个意思哦，是我藏落啦吼。最顶头的是 God nowhere， 你会当读做 God nowhere。搁一个是 God now here， 无共款啦吼。头一工读法是上帝无上帝啦，第二个咧 God is now here， 上帝伫遮，上帝是逐位拢伫地上帝。你会当讲上帝无伫遮，你会当讲上帝伫遮，这我感觉是真趣味的代志，真趣味的代志。那第11节到第12节，伊咧讲黑暗。我读这个时，我咧想，拄啊第9节到第10节，我讲迄是咧讲日头出来，啊我就真拍拼，啊我爱休困。过来暗时啊，对无？暗时啊，代表伫遮咧讲暗时的代志。伊讲暗时吼，伊讲我若叫黑暗甲我藏起来，伊甲上帝讲，对你来看，暗甲光拢共款。我伫3月尾5岁的时候，有一个朋友来找我，甲我讲你会当帮忙无？我安怎？安怎意思？因太太伫要开刀啦，我毋知啊。伊日就甲我讲，我才知伫要开刀。总是吼，迄开刀的日子愈来愈晚吼。伊安尼逐日安尼烦恼到要死啦。啊，差不多规家伙啊，互迄个妈妈变甲安尼，大家拢毋知要安怎。安怎你知影？伊惊讲吼，开刀注麻药注落吼，安那困去，安那无精神咧。我等，我牧师啊，你有法度无？我哪有法度啦？咱食人的头路，人叫咱嘛都爱去啊，无变啊。我去吼，感谢上帝，我有这个智慧。我去甲伊坐听伊讲，伊就讲甲真惊呢。我甲讲，我甲你讲哦，我甲你讲啦，你惊讲你住了，你白精神。我甲讲，你敢知影？你逐暗拢安尼呢？你逐暗目睭起困去的时候，明仔载的精神也袂无人知呢。哦，因迄个先生甲讲，哎哟，较早就好叫你来啊，敢毋是安尼？敢毋是安尼？这是咱的信心的问题，敢毋是？你逐暗咧困，你毋捌安尼想，要甲你注麻药，你会安尼想？有啦，鼻刀拢好势啦，安尼感谢上帝。因为而且伊讲黑暗哦，做贼仔拢暗时才咧做，看袂着。光甲暗的代志，黑暗。暗时也是黑暗，有时啊，迄个黑暗是咱心内家己来的呢。咱家己呢，耶稣有讲一个关系光甲暗的代志，足好的。伫约翰第3章第19节，耶稣讲哦，光进入世间，世间人较爱黑暗，较无爱光明。因为因的行为邪恶，做歹的人拢怨恨光，毋接近光。安尼伊的行为才袂露现。毋过实行真理的人接近光，是要显明伊的行为是顺趁上帝来做。是的，我昨昏才看到这个，我无做 PowerPoint。耶稣伫遮讲，咱就有迄个爱暗的性，
你感觉无？我真济摆啦，感觉我甲上帝敢若离足远诶，敢若上帝甲上帝离足远。我常常咧想，到底是上帝离我远，还是我离伊远？我要用黑暗看我家己哦，是我离上帝远，还是上帝离我远？有一个牧师吼，讲一个故事我听，这爱淡薄仔以前的车吼，以前的车吼，我这个会驶者真个。头前咱即马头前的车拢两位对无吼？拢两位嘛。应摆啊，头前是规条的，后壁嘛规条的。恁捌驶着迄落无？头前规条，伊甲我讲，伊甲恁个牧师娘伫累着的时候，拢驶车的时，伊咧驶车，因牧师娘拢迄阵啊，抑阁毋免挂 seat belt， 所以拢坐来甲伊坐做伙，两个客做伙。啊，遐长吼，啊，都要亲密，啊，都要客做伙。伊讲伊结婚了，讲有一日牧师娘甲伊讲哦，咱伫累着的时候，啊，咱两个拢坐足活的，咱两个拢坐足活的。啊，咱即马结婚了，咱两个坐开开呢。迄个牧师讲，我咧赛车，我拢无煞位呢，啥人煞位？我就赛车就坐这位，我也无煞位啊。啊，咱两个即马无坐做伙是向煞走的？你位真正呢？敢是？咱甲上帝关系啊？黑暗，你有黑暗看咧？到底是上帝离开你，还是你离开上帝？这是真好诶！上帝逐所在拢伫地，你找无？毋是上帝离开咱，咱离开上帝。这篇讲道，我感觉哦，大笔应该用第10节做结论咯。阮牧师要准备讲道就较简单。第10节讲吼，就那伫遐，伫倒遐，无论伫天堂，无论伫地狱，啊伫倒位，对日出来的所在，也是日落的所在。啊，过来咧，无论伫光明，还是伫黑暗，那伫遐，你的手嘛会引带我，你的正手嘛会扶持我。这是大笔的信仰。上帝逐位拢伫个，伊用迄几位天堂地狱，啊，这几位，甲咱讲，这个所在上帝拢伫个，你毋免走，上帝伫啊。最后我要用一个实在的故事，这是过去台湾长老教会总干事郭俊明牧师，咱中间真侪人捌伊。郭俊明牧师吼，伊伫1971迄阵啊发表一个宣言，迄阵啊蒋经国还阁足歹的时候，伊用总干事的名发一个声明，我想恁大概拢捌听的。迄个时代戒严法的时代，伊建议讲，互台湾成做一个新个独立的国家，伊发表一个宣言。当然，对迄个代志，伊发表了，国民党直直找伊的麻烦啦。啊，台湾长老教会有对外国的教会讲这个代志，外国的教会真济拢真关心。迄个时阵吼，加拿大长老教会有一个海外宣的干事吼，伊去台湾找郭牧，去看郭牧师，代表咱的加拿大长老教会去甲伊谈，因为伊知影真麻烦。啊，郭牧师当然，逐位来攻击国民党的新闻伫因的手，因要安怎写在因写的。我上会记个联合报的，伊号是高俊明吼，写讲高俊明不高明，安尼甲讲起。啊，这个牧师转来了，甲阮分享伊去看高牧师的代志。伊讲伊问高牧师讲，你伫遮尔济压力的中间吼，你会惊袂？高牧师讲，我袂惊啦，
我有影袂惊是真晦气那定啦，袂惊啦。伊讲啊，你敢毋惊？因甲你掠？伊讲我知影有可能会互因掠去啊。啊，你袂惊哦？讲袂惊，啥物袂惊？伊讲高牧师甲伊讲哦，因无法度通甲我掠去一个所在，上帝无伫遐。你看即款信仰，因要甲我掠迄块，无一个所在，上帝无伫遐。因为即款的已经过身几啊年啊，我即摆佫摕伊的故事出来讲，迄是即款的信仰，毋免外远的，咱台湾都有即款的信仰。感谢上帝，伊逐位拢伫地。感谢上帝，咱有即款的信仰先辈，留即款的卡条咱，咱来参加祈祷。特别上帝感谢你，互阮通过诗篇739篇大笔所写关系你，逐所在拢伫地，逐所在拢伫看顾阮，逐所在拢伫看阮，正手拢伫扶持阮的上。阮感谢你，阮也感谢你，互阮有像高牧师即款信仰的前辈，由你帮助阮，互阮毋是干那喙讲定定，互阮会确信你真正是伫阮的身边。祈祷奉耶稣的名。